嘎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病房照护常常会用到跟上厕所预防跌倒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我想去上厕所。好，我扶你放起来上厕所。我先捞面床头热锅，床栏放下来。我扶你放起来。你要先坐到面床上，停通一下脚骨，本脚的血气流通。要下面床行路前，要先坐到面床上最少5分钟。我来咱天数作下。对哦，我要耐唔得嘞。你先等一下，唔好冲急。对到的话行下不得了。慢慢的下面床，两只脚放到体内档，束缚面床栏，慢慢的起起来。等身体恢复成头感。两下吃到样板。当好，唔会头那行嘞。上片手要做直滑的鞋，将做得避免滑倒。你两下身体的情况，去片手一定要有人的旁顺陪定。好，片手的天火要先打出来，看清楚张行。片手的体内要走，潮湿的话请容易对倒。好，我要注意。我扶你到马桶前，我扶定别方的把手。好，是望你。以后咧很矮，矮的门都会等你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4线腔调。卧床病人有时会急着下床如厕，这时照服员会提醒病人要放缓动作，以防跌倒，会说不要着急，跌倒的话更是不得了。唔好太急，跌倒的话还哈不得了。唔好太急，跌倒的话还哈不得了。照服员提醒卧床病人下床时动作放慢，双脚着地，扶着床栏，会说慢慢地下床，双脚着地，手扶着床栏。慢慢地下面床，两只脚放到体内档，手扶定面床栏。慢慢地下面床，两只脚放到体内档，手扶定面床栏。叮咛病人起身上厕所时，要有人在旁陪伴，会说您现在的身体情况，去厕所时一定要有人在旁边陪着。你了下身体的情况，去片所一定要有人都旁顺陪定。你了下身体的情况，去片所一定要有人都旁顺陪定。照服员帮病人先打开厕所的灯，并提醒病人不可摸黑进入，会说厕所的灯要先打开，看清楚再走。片所嘅天火要先打出来，看清楚再行。片所嘅天火要先打出来，看清楚再行。叮咛病人上厕所时要扶着把手，以免失去平衡而跌倒，会提醒说您要扶着墙壁上的手把，你要扶定别方嘅把手，你要扶定别方嘅把手。接着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卧床病人有时会急着下床如厕，这时照服员会提醒病人要放缓动作，以防跌倒，会说不要着急，跌倒的话更是不得了。唔好太急，
对倒的话，还若不得了，唔好太急，对倒的话，还若不得了。照服员提醒卧床病人下床时，动作放慢，双脚着地，扶着床栏，会说：慢慢地下床，双脚着地，手扶着床栏。慢慢地下面床，两只脚并到天内重，手扶在面床栏。慢慢地下面床，两只脚并到天内重，手扶在面床栏。叮咛病人起身上厕所时，要有人在旁陪伴，会说：您现在的身体情况，去厕所时一定要有人在旁边陪着。你了下身体的情况，是偏说一定要有人在旁边陪同。你了下身体的情况，是偏说一定要有人在旁边陪同。照服员帮病人先打开厕所的灯，并提醒病人不可摸黑进入，会说：厕所的灯要先打开，看清楚再走。偏所的天佛要先打出来，看清楚状况。偏所的天佛要先打出来，看清楚状况。叮咛病人上厕所时要扶着把手，以免失去平衡而跌倒。会提醒说：您要扶着墙壁上的手把。你要扶在壁方嘅把手。你要扶在壁方嘅把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